到，哇！哇！整到啊！哇！阿姆特小機上先，哇！頂住咗，哎！哇！一下甩咗出嚟啦，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個開箱實測系列，今次我要開箱呢一個 BX49蒼龍突擊啊！哇，呢隻嘢，哇，真係啱啱搶翻嚟。我尋晚凌晨1點喺屯門市廣場排，跟住後尾去咗元朗玩具站排，先排到，排完即刻嚟開箱。哇，攰到嘔泡喎，冇瞓過咁滯，好攰啊！為咗呢隻嘢，不過開心嘅呢隻嘢，因為佢係一隻 BX 嘅擴充系統陀螺啦，呢度有個擴充系統嘅 logo 喺度嘅。係啦，佢今次嘅特色就係咧，佢成隻陀螺咧中間嘅紋章都變咗金屬位，就即係加重咗啦嚇。佢而家我見到官方嗰張圖，佢係寫佢有41 gram 嘅，而且咧佢係有個新嘅軸心 FF 軸啊。F 即係 free 咁解，即係好似 FB 咁可以轉嘅，係啦，而且搭到個發射器俾你啦，係啦，我而家就馬上開箱。好啊，開完箱翻嚟啊，就係呢一隻蒼龍突擊啊！我哋今次轉下視角嚟拍開箱先，係啦，就介紹下呢隻蒼龍突擊，我先拆開俾大家睇下先。首先咧就係紋章嘅部分啊，哇！呢隻成隻蒼龍好靚，好重啊！佢呢隻嘢，我磅過呢隻係41.1嘅。係啦，而且佢背面都可以見到佢實心嘅，完全係實心。係啦，而且我見到佢打擊位咧，其實應該係呢3拍，因為咧佢呢個位相對係比較圓滑，跟住一嘢揮落去咧，我覺得呢個位先係最痛，呢啲位先係擊飛位嚟嘅，所以我覺得呢隻應該係玩到嘅，而且佢有耐重心啦，因為紋章加重咗。金屬喺中間，所以佢有耐重心，持久力咧應該唔會特別差嘅。呢個真係要試過先知。跟住輪盤就係450啦，跟住軸心啊，軸心係 FF 底啊 ，F 嘅意思即係中間可以自由轉動啦。佢呢個位冇咗之前嗰啲齒輪位嘅，所以裝上去輪盤嗰陣時就可以轉嘅。不過佢呢個有啲實啊嚇，係啦，就唔係特別易裝到，就組裝翻俾大家睇下先。好啊，組裝好啦，就係呢一隻蒼龍突擊啊！唔知實際對峙係點啦？如果大家中意呢一隻蒼龍突擊，或者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俾條片撳個 like 住訂閱 share 埋出嚟，咁嘅話就會更加多類蒼龍突擊嘅片噶啦。我哋而家馬上開始對戰。首先第一隻萬眾期待啊，鯊魚原裝對蒼龍突擊，第一場 3、2、1 go！ 哇！我以為係蒼龍爆開咗，竟然係鯊魚自爆啊！係爆先嘅，所以2-0。第二場3、2、1 go！ 哇，好慢！好啊，睇下蒼龍突擊。咦，佢上線好冇聲嘅，佢上線。2-1。第三場3、2、1 go！ 哇！打直翻咗嚟，輸小分。2-2。第三場3、2、1 go！ 第四。哇！蒼龍突擊猛攻鯊魚。夠持久啊！夠唔夠轉咧？係唔夠嘅。3-2。第五場3、2、1。哇！呢下好靚，佢上線係冇聲，好靜啊！佢上線呢下咩好靚啊！4-3反勝，嚟挑下黑須一族，我最中意用嘅鐘對蒼龍突擊。第一場3、2、1 go！ 鐘頂到喎，好似，喂，自爆，咩事？自爆2-0。第二場3、2、1 go！ 鐘頂到一下，再嚟多下，又頂到喎，今次輕輕收咗少少力，但係都 OK，鐘係頂到嘅，慢慢搣得唔緊要啦，大把分，2-1。第三場3、2、1 go！開咗，切得好靚，切得好靚。4-1。嚟啲 CX 嘅陀螺啊，就佢師傅嘅戰狼手鐮對蒼龍突擊。第一場3、2、1 go！ 肥咗，哇！硬一硬。
硬一硬就抽底，2-0。第二場 3, 2, 1 go shot。頂到，係蒼龍特自爆先，2-2。第三場 3, 2, 1 go shot。推得好快，哇！擊下唔到，哇！又係自抽嘅，4-2。跟住嚟到第二隻我都好中意用嘅木乃伊啊，對蒼龍突擊。第一場 3, 2, 1 go shot。哇！勁輕鬆嘅一個時限，3-0。第二場 3, 2, 1 go shot。華姨拎到啊！哇！拎唔到啊！俾人扔咗出街，5-0炒起。跟住嚟兄弟對決啊！巴哈姆特閃擊對蒼龍突擊。第一場 3, 2, 1 go shot。哇！蒼龍突擊一嘢扔咗啊！巴哈姆特閃擊，巴哈姆特閃擊上先。哦 ，over 2-0。第二場 3, 2, 1 go shot。哇！巴哈姆特閃擊一下撞暈咗自己。哇！好猛，但係冇晒力啦，2-1。第三場3, 2, 1 go shot。哇！切開咗，佢跳起咗，跟住巴姆特一嘢咁樣切開咗，4-1啊！哇，好猛巴姆特。跟住隊友對決嚟隻騎士堡壘對蒼龍突擊。第一場3, 2, 1 go shot。頂到下，再頂住咗，抽咗底，但係抽咗底，2-0。第二場3, 2, 1 go shot。哇！一下，哇！呢個係切開啊！哇，好勁，切得開喎，我以為擊飛嘅啫。4-0。再嚟多隻都係擴充系統嘅彈丸施咒對蒼龍突擊。第一場3, 2, 1 go shot。賺咗下，但係個分身甩出嚟啦。但係蒼龍突擊都冇力啦，1-0。第二場3, 2, 1 go shot。甩咗出嚟啦，個分身硬咗個本體落街，2-1。第三場3, 2, 1 go shot。一下，甩咗分身，分身出咗去，剩翻本體啫，本體避開晒。我都施咒 FF 應該都有得留，其實都係施咒嘅，2-2。第三場3, 2, 1 go shot。嚟多下，再嚟一下，甩咗啊，但係冇力啦，好啊，3-2。第四場3, 2, 1 go shot。落咗坑啊！哇，4-3，好似4-3。哇，反勝黐線隻蒼龍突擊有啲料到啊！好啊，我哋嘅對戰就玩到呢度，唔知大家覺得呢一隻蒼龍突擊點樣咧？我覺得呢隻蒼龍突擊佢攻擊力係唔差嘅，其實擊飛力佢係有嘅，不過咧佢上線唔係好快，我呢點唔係好滿意。除咗呢點之外，我覺得整體係冇乜問題嘅。不過軸心方面咧，因為呢粒軸心咧，我會揀左龍，我會揀棍或者其他相對持久但係又想要少少攻擊嘅陀螺咯，係啦。而上面塊面咧，我覺得可塑性係幾高，我覺得可以諗下，因為佢擊飛力真係唔差，係啦。而且佢41g，仲有少少持久，係爭少少轉得贏鯊魚添嘅，所以我覺得呢隻嘢絕對冇問題啊！係啦，唔知大家覺得點啊？我哋今日已經考到先，記得 like 入下留言，記得訂閱，撳埋鐘仔，下次出片嘅時候準時下 share 俾啦。我哋下週見，拜。